新闻一开始，先带大家来关心食安上新的消息。在高雄的汉来海港鸡蛋店，那亲像是发生食安的事件。日闹累计到昨昏暗时8点，就医的人数已经有50个人，症状主要拢是腹肚痛，也有闹为主，也有的是会吐，也相关药调正在进行当中。检验的结果虽然目前是还未出来，不过业者是已经决定暂时停营业到4月30。餐厅门口徛暂停营业的告示牌啊，高雄左营汉来海港餐厅鸡蛋店日来发生疑似食安事件，先是3人食饭了后出现遭包者的症状，后续佫传出真一人去看医生。卫生局统计到昨暗时8点为止，已经50人去病院了。初步的一个研判，有问题的一个食品可能有花椰菜、红萝卜、花枝、绿茶，还有提拉米苏、生鱼片等等。卫生局呢正在依照食品中毒的一个流程进行疫情的一个调查。食饭民众拢是腹肚痛、走饱为主，少数有想要吐吐。卫生局目前公布进行相关药调，甲采检检体样本，在进行卫生部培养检验当中。风险食饭时间也会日中昼茶暗顿时间以外，增加至7中昼食饭的时间。业者决定自到30，佮家己停业2天。有去就医的民众，还有定位他受到影响的民众，这2天我们停业嘛，没有办法来用餐的客人，我们都有一一联络，就是双方协议做到他们能够满意的一个补偿。卫生局怀疑有请假式的参做会食的污染状况，所以除了环境采检以外，看医生民众食过品项包含苹果、认真酱、青蚵仔、沙西米、提拉米苏、冰淇淋、沙拉甲冰角等，拢被列为可疑的食材采检。餐厅清查了后，会由卫生局进行复查，若无改善，会依照食安法罚6万以上2亿以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